准飞你好，两片抢错。你好，想请问你，我爸不爱改房屋建仓唔建设，请问我需要办理乜嘅手續？兩愛申請建倉補發，請問你係房屋收入欠人嗎？係，我可以登記喺我嘅名下。你嘅身份證老人呢？請不愛，請登一下哦。最近個月冇限麼？按照當財收比平常時下冇限，冇辦法，勞碌命。哇，你係啲勞勞碌碌下入貨。我記得我屋下嘅個人動態。真緊哦，個個人都等於都寫一大群後我就來。後啊？係啊，後我就來偷食咁啊！我對個個人都爽強強咧。該真緊係花果山嘅後啊，冇王冇法，該你日天加東麻煩咧。你都要按樣辦解決。冇辦法啦，閒係愛老隔壁鄰舍歡歡喜喜，過不日將家中一片故事老記得分享。你都辛苦咧。先讓你收樹叢費80元元，讓你說明一下，了解樹叢補發審查確認後，還會公告日張頁，日張頁滿咧，將拿出來登記，登記好咧，到時將會這個填發通知你。了解，請問到屆時需要帶乜嘅文件來呢？2件解下，請記得要帶2種登記老強責人呢。來到都市係認2種登記老人呢。係講解下，你冇喊何來，會同意要愛帶強份登記老人呢哦。好，我知咧。記得人呢唔好帶唔錯，手機本意。我嘅名片本日中意，係講入門題就得打電話來問。授權登記當背有2件審判人嘅電話分機號碼，而2件進簽，就得先打電話來確認有好2件嗎？好，希望你哦。